妊娠高血压是指有sinh的期間，有sinh婦女的血壓稱懸。當妊娠高血壓嚴重到一定的程度，有可能會發展為子癇前症。子癇前症是一種嚴重有sinh的併發症，如果無治療，可能對着有sinh的婦女甲胎兒攏有致命的危險。伊的症狀包括高血壓、蛋白尿甲水腫等。在胎盘的血管生成跟在懷孕過程中子宮的血管生成中，有子癇前症的媽媽基本上會有問題，就是她血管會比較窄，所以阻力會增加。血管比較窄就代表說，你給寶寶的養分就會比較少，這樣就會造成後續很多併發症，比如包括胎兒遲緩啊，那可能胎兒的那個發展遲緩，然後有可能會一些胎盤剝離，那有一些其他的，包括給媽媽一些併發症的症狀，肝功能跟腎功能都會受損，這樣子。那這樣的病好發在就是可能第一次懷孕，或者說之前懷孕就有這樣的情況的人，那還有就是一些葡萄胎啊之類等等的，這些人都可能就是一些好發族群。那治療方面的話，基本上來講，其實先講結論啊，子癇前症最好的治療方式就是生產，但有的時候媽媽可能在很早期就發現了，那這樣當然不可能就直接生啊，所以我們基本上會用血壓要控制，血壓先控制媽媽的血壓。然後在懷孕過程中，就是嚴格的監控媽媽的血壓情況之外，還要監控寶寶的情況。那如果寶寶情況穩定的話，我們這樣一路就可以這樣等到足月，我們就可以生產。但如果說中間有發生一些，比如說胎兒窘迫，就是寶寶胎心不穩之類的，那我們可能就會把生產的時機提前這樣子。貴綜合病院婦產科醫師王尚文表示，雖然子癇前症的成因無明確，可能甲子宮和胎盤內底血管生成甲發育有關係，一般通常在有sinh20週後出現。不過醫師建議，有sinh的婦女會用在11到13週的時來做體檢，同時注意家己平時的血壓監控，有任何的症狀，還是要找婦產科的醫師來看診。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。